空中快遞、空中監測、低空經濟開啟咗智慧生活嘅全新體驗。摩根士丹利預計 eVTOL 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全球市場嘅規模去到2040年將會達到1萬億美元。喺香港，低空經濟發展正係處於起步階段。2024年施政報告提出成立發展低空經濟工作組，政府推出咗低空經濟監管沙盒，喺指定航線之內，以安全可控嘅方式測試低空飛行項目。首批試點項目已經喺2025年3月公佈，合共38個項目涵蓋無人機配送、空中監測、緊急救援、系統技術等等。參與者包括企業、大學、科研機構以及政府部門。而喺首批項目之中，最受市民注意嘅係順豐同埋美團等企業，將會喺科技園同埋數碼港測試無人機物流送貨，標誌住香港低空經濟從概念走向實踐。